朗普揚言奪格陵蘭島，霸權主義遭強烈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加碼威脅奪取格陵蘭島，揚言如果無法以簡單方式達成協議，將採取艱難方式，被美媒解讀為暗示動用軍事手段。此舉唔單止引發格陵蘭民眾與政黨強烈反對，更遭到歐洲輿論斥為破壞國際秩序嘅霸權行徑。特朗普9號喺白宮與石油企業高管會議上再次宣稱，美國必須得到格陵蘭島，不論當地人願唔願意。為合理化圖謀，佢妄稱如果美方唔行動，中俄將接管呢個島，仲質疑丹麥對格陵蘭嘅主權，話500年前登陸唔可以證明擁有權。事實上，美國已經根據1951年與丹麥及格陵蘭簽署嘅條約，喺當地設立軍事基地，但其仍貪求完整領土所有權，聲稱唔會全力防衛租嚟嘅土地。特朗普嘅威脅引發格陵蘭全民反對。丹麥民調顯示，85%嘅當地民眾拒絕加入美國，即使美國政府討論過每人發放1萬至10萬美元嘅收買方案，仍有居民直言永遠唔會被收買，格陵蘭只屬於我哋。格陵蘭所有政黨領導人更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唔願意成為美國人，主張島嶼未來由民眾自主決定，要求美方停止蔑視，依外交與國際原則對話。當局並計劃提前召開議會應對威脅。呢個風波正值美軍入侵委內瑞拉、挾持馬杜羅之際。丹麥學者指出，歐洲已無法將特朗普嘅威脅視為空言。白宮此前亦證實，正考慮包括出兵在內嘅多種選項。美媒甚至話5架直升機即可佔島，但智庫警告，對北約盟友動武將導致北約徹底瓦解，美方必將付出沉重政治代價。歐洲輿論痛批美方圖謀奪島並動武嘅想法係典型霸權思維同埋對國際秩序嘅破壞。近年美歐裂痕加劇，特朗普政府將歐洲列為地緣對手，此番無視盟友與當地民意，謀奪戰略要地嘅舉動，徹底暴露咗其帝國主義掠奪嘅本性。